总是在如此严峻的疫情下，希望大家一条心，一起防疫第一，才能把我们好不容易这1年多来撑住、守住国人安全，能够继续下去。那我们绝不容有任何地方有破口，非常的不简单。像我们这个桃园医院，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这的医疗团队撑住1年多，而且20% 的确诊病患都在这里照顾，实在是非常不简单。我们这个不简单的成绩，就是有这么多在第一线的防疫医护人员，有这么多的所有工作同仁、国人同胞一起努力撑住的。那国外的疫情越来越险峻，而且病毒的变化也很快，请国人同胞一定要绷紧神经，不能大意，让我们这个成绩继续下去，让台湾被世人炫目的这个成绩安全能够继续维持。我们国内刚刚陆续发生几起本土病例，让我们更为戒慎恐惧。怎么样在如此严峻的疫情下，我们做到防疫第一？那灯会是几十年来受国人重视、国际重视的一个大活动。那早上我特别约请交通部林部长、内政部次长，还有卫福部长，还有这个新竹市林市长，大家一起来商谈，大家一起来整个琢磨怎么样做才能做到最好已经有了结论。那等一下就会由我们秘书长带同林智坚市长和林佳龙部长向国人报告。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闹变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各位朋友，闹变风向，敢嘴就来辩。